物業樓宇公證檢驗流程記注意事項。喺物業買賣、租賃、工程糾紛或者保險理賠呢啲情況之下，一份具法律效力、專業權威嘅樓宇公證檢驗報告其實好重要。佢可以保障你嘅權益，幫你釐清責任誰屬，仲可以減低日後打官司嘅風險。我會由物業檢驗同工程專業角度出發，同大家講解標準檢驗流程、常見問題同實務上要注意嘅地方，幫業主、物管公司、租戶同承建商喺做樓宇檢驗之前有清晰準備同判斷依據。首先，第一個問題，咩係樓宇公證檢驗？有咩作用？樓宇公證檢驗一般由有法定資格嘅檢驗、公證機構或者專業特許理賠師連同工程技術團隊負責。佢哋會對建築結構、設備系統以及裝修狀態做一個有系統嘅現場檢查，然後出一份客觀、中立而且有法律證據效力嘅報告。我哋嘅專家顧問團隊通常會用喺物業買賣或租樓前嘅現況檢查、裝修或施工質量出現爭議時修正、保險理賠時評估損失、保固期內判斷責任誰屬同埋打官司時作為專業證據。第二點，你可能會問，標準檢驗流程係點？步驟一：初步諮詢同界定範圍。首先，我哋會同檢驗機構講清楚目標同預期成果，確定檢驗範圍，例如全幢樓、某一層、某個單位，然後決定報告類型，例如簡單記錄定法律公證報告，然後確認需唔需要符合上庭證據標準或保險公司要求。步驟二：制定檢驗計劃同簽合約。我哋會列清楚檢驗項目、時間表，然後準備儀器，例如紅外線熱成像機、濕度檢測儀等，同客人簽正式委託合約後，會講明雙方責任同保密安排。步驟三：現場檢驗同修正。我哋會按標準作業程序做系統檢查，然後進行非破壞性檢測，再進行影相、錄影、記錄數據，確保所有證據完整、客觀。步驟四就係撰寫報告同合規審核。報告一般包括以下4個重點內容，包括檢驗方法、量化數據、問題分析同埋改善建議。報告完成後，我哋會先做內部審核，確保符合法律同業界標準。最步驟嘅步驟就係交報告同後續支援，我哋會提交正式報告向客戶解釋潛在風險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哋仲會提供維修建議、復檢服務，又或者協助講解法律程序。幾個重要注意事項大家需要留意，包括清楚界定檢驗範圍，避免日後話有啲項目冇驗到而出現爭拗。第二，證據程序要合規，確保檢測過程同記錄方式符合法庭要求。第三，核實檢驗機構資格，大家要睇清楚有冇驗測人員係唔係獲得專業認證，測驗工具係唔係合乎規格等。第三，尊重私隱同符合法規，檢驗期間要顧及第三方權益。第四，就係對齊保險條款，要確保報告格式同內容符合保險索償標準。第五，就係控制成本同時間，提早規劃，避免延誤帶來額外風險。最後就係改善建議要可行，報告唔應該淨係講問題，仲要有實際可行方案。總結，樓宇公證檢驗唔只係技術工作，仲涉及法律證據建立、風險管理同資產保值。揀一隊有專業資格同實戰經驗嘅團隊，可以幫你減低糾紛成本同加強保障。如果想進一步了或者預約專業諮詢，歡迎聯絡我哋驗專家顧問團隊。及早行動，幫你嘅資產做好防護。